truly love the mademoiselle。大家好，我係金達利。今集想同大家講下電影，講一套經典電影《危險人物》Pulp Fiction。導演係昆汀塔倫天奴，佢係我好中意嘅導演，有鬼才嘅稱號。佢拍嘅電影都好有個人風格，例如《標殺令》、從前有個荷里活、殺出個黎明等等，都係佢嘅作品。而呢套《危險人物》算係昆汀塔倫天奴嘅成名作，甚至係佢最具代表性嘅作品。呢套電影混雜咗血腥暴力、黑色幽默同埋錯綜複雜嘅敘事手法。1994年喺坎城影展一舉攞到金棕櫚大獎，仲獲得美國奧斯卡7項提名同最佳編劇獎。危險人物唔單止叫好，仲好叫座，票房收入總共超過1億美元，係製作成本嘅幾十倍。講到尊特拉華達，佢自從週末狂熱同油脂成名之後，就冇乜代表作，事業一直浮浮沉沉。危險人物可以話救返佢低迷嘅事業生涯，講得好聽啲就係幫佢再創事業高峰。我第一次睇呢套戲嘅時候係有啲失望，因為我睇唔明，可能太習慣昆汀嗰種非主流同破格嘅講故事方式，覺得故事結構好鬆散，啲時間線又亂晒龍，東講一啲西講一啲，跳嚟跳去，用專業啲嘅名詞就叫非線性敘事。最後將幾個看似冇關係嘅故事串連成一個有因果關係嘅故事，甚至形成一個環形結構。乜嘢係環形結構？就係電影完結嘅時間點同開始嘅時間點係相同，喺同一個場景結束。可能大家覺得講咁多敘事手法有乜用？電影好睇先係重點。我第一次睇覺得麻麻地，但之後一次又一次重睇返，真係越睇越有趣。電影用3個故事串連埋一齊。首先講2個成日互相吹水講大道理嘅殺手 Vincent 同 Jules， 幫老大馬莎攞返本來屬於佢嘅嘢，順便處決埋個叛徒。2人完成任務，但 Jules 喺執行任務嗰陣差啲中槍送命，佢覺得係神蹟，決定金盆洗手，唔再做殺手。電影裏邊嘅角色好中意一輪嘴咁講好多嘢，講好多道理，呢個係昆汀編導電影嘅特色。之後嘅標殺令、黑殺令、希魔撞正殺人狂等等，全部都係咁，大家習慣就好，我就覺得幾過癮嘅。後嚟佢哋2個喺餐廳遇到2個賊仔，南瓜先生同白兔小姐。本來 Jules 可以輕鬆搞掂佢哋，但佢已經決定金盆洗手，於是放咗佢哋走。飾演南瓜先生嘅小混混唔係普通嘅臨時演員，佢係後來演海上鋼琴師嘅 Tim Roth， 佢都經常喺昆汀嘅電影裏出現，例如落水狗、冰天雪地8惡人等等。第2段故事講 Vincent 幫黑幫大佬馬莎照顧佢太太 Mia。 Vincent 雖然係殺人唔眨眼嘅殺手，但係佢老大馬莎好中意呷醋，有人試過幫 Mia 按摩腳，都俾佢從4樓窗口掟落街，所以 Vincent 好小心翼翼，陪佢出街都唔敢太過接近。但正因為 Vincent 嘅避忌，反而令 Mia 對佢好有興趣。我以為佢哋之間會發生一母傾情，然後亡命天涯嘅狗血劇情，結果唔係，變成 Mia 吸毒過量，然後被救返嘅荒誕過程。Vincent 用力將針筒刺向 Mia 心臟嗰一幕，聽講係倒轉嚟拍嘅，即係話尊特拉華達用力將針筒從奧馬舒曼胸前拔出，咁樣拍其實好聰明，就唔會有整傷演員嘅事發生啦。第3段講拳手 Butch 嘅故事，佢因為違反之前同馬莎嘅協議打假拳，暗中喺自己身上壓住，仲打死擂台上嘅對手，於是被追殺。2人追逐廝殺期間，突然有個大轉折，後來 Butch 反而救咗被雞姦嘅大佬，2人戲劇性咁達成和解。
情節真係又變態又荒誕，真係唔太適合一般觀眾。而 Vincent 喺呢段故事入面，又廢又突然咁俾 Butch 開槍打死咗。其實有啲出人意料，冇諗過主角就咁突然就死咗。Butch 用嚟殺 Vincent 嘅槍應該係瑪莎留低嘅，當時瑪莎出咗去買咖啡，而 Butch 入屋嗰陣 Vincent 可能誤以為係瑪莎返來，所以冇防備。有趣嘅係，電影入邊 Vincent 每次去完洗手間之後都會遇到意外。一次佢喺 Mia 屋企出洗手間之後，見到 Mia 因為吸毒過量而昏迷。一次係佢去完餐廳洗手間之後，見到 Honey Bunny 用槍指住佢個拍檔 Juice。最後一次就係佢被亂槍掃死。同樣中意演戲嘅昆汀喺呢套電影入邊飾演咗 Jimmy 一角，幫 Vincent 處理屍體，但又驚俾老婆發現。其實昆汀嘅表演欲唔係即興，佢做編劇之前其實係想做演員，可惜天意弄人，令佢成為編劇同導演。所以有幾套佢有份編導嘅電影，佢都會參一腳演一個角色，例如之前嘅落水狗同殺出個黎明等等。佢甚至想演標殺令入邊嗰位白眉道人，但劉家輝話佢造型似聖誕老人，昆汀覺得好冇癮，就將角色交咗俾劉家輝。昆汀讀書嗰陣喺錄影帶出租店工作，睇過好多70、80年代嘅港產片。劉家輝係當年香港邵氏力捧嘅功夫片男星，後來喺周星馳電影《唐伯虎點秋香》飾演奪命書生，被昆汀睇中，邀請佢喺《標殺令》裏邊飾演瘋狂88人組嘅蒙面殺手。後來再加多一個角色白眉道人，一人分飾兩角。好啦，有關危險人物同導演昆汀塔倫天奴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先，歡迎大家留言討論，我哋下次再見。